再来看花莲寿丰最近出现一个专门甲人偷剪电线的贼仔，而且呢，伊阁锁定交通的主要干道的电箱，所以造成真侪大的路灯呢是规排拢袂光，影响到暗时的行车安全。警方目前是已经组专案小组持续来追查。这是寿丰乡第11边公路，为东华大桥到溪口村往凤林肉品市场的路段，甲丰平路三段的路灯拢袂倒。公所通报维修了后，才发现是电线去互加断去，部分的电线嘛碰去，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生气。比较危险，比较危险，开车对看不到那个路人。这个时间大概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吗？一段一段嘛。那是就是台风那一段时间。哦，就是台风那一段时间。对，就是所以一下子就整个路段都没有灯。哦，就是那。伫海基仔的第11线、盐寮村附近的路顶，嘛有部分的电箱电缆互破坏，因为这个路段拢是重要的交通要道，严重影响行车的安全。乡公所特别召开联席会，要求警方多加重视。偷电线杆的、电缆的很严重，而且是累犯，而且他们都轻判，然后再次的又再累犯，可是就是轻判换回来，把它换回又再重犯这样。警方表示，为今年2月到11月，寿丰乡拢总发生6件路顶基座、那个主线台电电缆互偷摕案件，为其他窃案现场留落来分头做 DNA 比对，有抓到一个姓林的嫌犯，已经犯案几啊届，扩大调查了后，阁抓到一个共犯。目前已查获嫌犯2名，将扩大追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。本分局呼吁，窃取公共设施财物属于严重犯罪，如民众发现可疑人士或异常照明情形，请立即向警方报案。不过，嘛有村民私底下表示，今年7月到达，拢总嘛才2件窃案，有部分的路段根本是风台了后，路顶毁损，公所修复的速度伤慢，因为乡公所无积极处理嘛是问题。针对这点，警方讲会搁再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